各位兄弟平安，请用即时用恬静的心来准备早起的敬拜。所有求救上主的人，伊甲因亲近，伊亲近诚实求救伊的人，敬畏伊的人，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阁会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这是三角的吟圣诗184首，圣诗184首，上帝听痛，哪会遐大？请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坐。这是三甲同心来祈祷。万权能的天父上帝啊，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伫这3个月来，台湾受到疫情的冲击，扰乱到阮的生活、工作甲学习，造成侪的不便。总是伫主的保守内面，阮也有新的喜乐甲新的稳定，也互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是伫圣殿内，也是伫厝内的兄弟，咱拢三甲来敬拜阿罗你。阮要搁一摆来感谢你，慈悲疼痛的主啊！当最近咱国家的疫情伫主的保守中，甲百姓的配合，也受到好的控制。国家执政团队也开始准备各行业的振兴措施。恳求主赐予这的执政者有属灵的智慧甲公义的心，会当规划出真正有效的办法，互全民会当同心来协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互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得到补偿。全能佮人民的主啊，当这礼拜以来，全世界拢注目到阿富汗这个国家因政权的转移，造成因的百姓人人心中惊吓，特别是女性同胞。主啊，你是创造人类万物的主宰，检察因侪人毋捌主，阮有缘好胆求主你伸出圣手，将你听的旨意实行伫阿富汗，互新的执政者会当用听、用宽容来对待因的百姓。主啊，当暑假已经将要结束，新的学期真紧就要开始，有侪的儿童、青少年将要面对新的学习阶段甲环境，求主安定因的心。赐予因有属灵的勇气甲智慧，面对人生新的阶段、新的挑战，有真好的准备甲一个开始。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来启用启用文第11篇，启用文11篇。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佮心无奸诈。我若点点毋认罪，我的手明日动动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直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秘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
以上，即是三甲来恭受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以前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灵性已经死。迄时，恁趁世间的潮流，顺服空中的掌权者，就是现在在管辖背逆上帝的人遐的邪神。其实，阮以前嘛拢甲遮个人共款，趁本性的欲望生活，照家己肉体的需要甲意念的行动。阮甲其他的人共款，注定受上帝刑罚。第4节，毋过上帝有丰盛的怜悯，用极大的疼痛、慈爱疼咱。伫咱还在背逆、灵性已经死的时，伊互咱甲基督做伙过活。恁是对上帝恩典得到救的，通过咱甲基督耶稣结合，上帝互咱甲伊做伙过活，伫天顶做伙掌权。伊安尼做，是要通过基督耶稣对咱显示慈爱，通对后世代表明伊无限丰富的恩典。因为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对信得到救，毋是靠家己，靠恁家己，是靠上帝的恩赐。既然毋是靠行为，啥物人就袂当夸口。第10节，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以上，愿上帝祝福互听伊话的人。这是讲到今仔题目赞美。圣诗113首，我来条件你，救赎我的主，来吟全首。我
讲道，今仔日题目是信心甲稳定，请本堂黄牧师。在座的兄弟姊妹，以及咱伫网络视讯做礼拜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甲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这段时间保守阮，我哋兄弟姊妹来到座前，心和定欢喜。也在你顾守阮每一个人，虽然阮袂当真自由出入，但是上帝啊，你赏赐予阮平安，这个平安，世上所袂当得到。主啊，阮伫你内面心平静安稳，我靠你。世界真侪浮动，世界真侪混乱的时阵，阮关心嘛为着这个事来祈祷。但是上帝啊，阮所做的能力有限，恳求上帝，全能的上帝，掌管历史的上帝，你显明你的旨意，也互阮知，上帝啊，伫万项事你管理一切。上帝有真侪事，阮无法度明白。但是阮讲，上帝啊，阮犹原伫你的手中，所以阮心倚靠你，互阮得到快乐，也伫你面前得到安息。讲上帝啊，伫世界搁较大变动的时阵，阮来就近这位未改变的上帝。上帝啊，恳求你听你的旨意，恳求你施恩怜悯，伫全地中间施落你的恩典。伫这时，我嘛恳求上帝。因带阮的心，搁来到你面前，我来明白真理。主啊，阮无受到这世界所变动来影响，阮犹原听调你，我来明白你的真理。恳求世人启示甲智慧的神，互阮会当明白来明白，以及你为着阮所备办丰盛的恩典。祝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一首大家真爱唱的歌，天父恩典真正大，人可能拢会晓背。这个歌词真简单，讲到上帝甲咱做伴，日子直来引带，供应咱到有春，将灾厄艰难变做欢喜，烦恼变做福气。真正是安尼，伊是咱的天父上帝，咱的生活中间常常有伊来供应、陪伴、帮助。这首歌内容是讲到上帝恩典的一部分。其实咱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有属地的，有属天的，有属伫现在的，也有属伫永远的。上帝恩典大大超过咱的想象，所以这也是保罗伊所做的祈祷，恳求圣神赐予咱智慧甲启示，开咱心中的目睭，互咱通明白。通领受通运用。咱对上帝所领受丰盛恩典，拢是起造伫一个上大的基础顶面，就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以及咱对这个救恩信心的回应。这是今日咱的主题所要分享的，讲到恩典甲信心。首先，咱要讲到上帝救赎的恩典，这个中间有一个恩典两字。咱若去一间公司上班，咱付出这个智慧、咱的时间、咱的劳力，然后咱对公司得到薪水，所以咱常常会听见一句话：这是我辛苦所赚来的钱。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没有白吃的午餐。意思是讲，你若要得到什么，你当然就要付出代价啊。做工得到工资的回报，这是社会甲世界运作的一个原则。所以咱常常嘛运用这个原则，伫咱的生活中间，伫遐努力打拼，伫遐付出某一个代价。但是呢，恩典无共款。恩典简单的意思是讲。一个人不配，未堪要得到，无付出代价劳碌，就得到的利益。所以咱常常无法度接受这种观念，但有遐好康的代志安尼。世上上较有恩典的所在，应该是父母对咱儿女的疼。虽讲父母甲儿女中间嘛有一寡管教的问题，也是讲亲子
紧张的关系，但是无人会晓认父母对儿女的温情。特别咱已经做父母的人，咱会当体会这个事，儿女不一定会体会到。但是咱知影，一个父母愿意因为听的关系，付出无限的这种的温情，所以人讲父母温情较大天，就是安尼。讲到恩典的时阵，恩典真就是对上帝来，圣经内面讲到上帝的公义，但佫较侪是讲到上帝的慈爱甲恩典。上帝的恩典呢，有分做两种，一项是一般性的恩典，就正如诗篇内面所讲，伊的慈爱遍及全地。主要所基督讲，因为日头出来照歹人甲好人，嘛落雨予义人甲不义的人。这毋是根据这个人伊到底做好做歹，所有的好人、歹人、义人、不义的人，是普遍临到所有的人，这是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嘛，有一种特殊的恩典，透过主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这是为所有的人类备办的，做是只有愿意用信心回应的人，才通领受这种的特殊的恩典。罗马书第5章8节讲，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咱要是罪人的是，基督有替咱死，这是上帝为着咱备办这种特别的恩典。以弗所书第2章讲，以前恁犯罪背逆上帝，灵性已经死，迄时恁趁世间的潮流，顺服空中的掌权者，就是现在在管辖背逆上帝的人。迄个邪神，咱的生活是趁本性的欲望来生活，照家己肉体的需要甲意念的行动，这结局就是咱注定应该受到上帝的刑罚。然后伊佫讲，毋过上帝有丰盛的怜悯，用极大的慈爱疼咱。伫咱还在背逆灵性已经死的时，伊互咱甲基督做伙高活。最后一句，你是对上帝的恩典得到救的，这是上帝特殊的恩典，对着领受用信心来回应的人所领受的。咱可能拢听见真侪人见证，因成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过程。一个人见证讲，有一遍伊去参加布道会，然后听这个牧师也是这个讲员咧呼召，伊就决志信主。也是讲有朋友也是同学出来去参加教会活动，伊就感觉讲教会人对伊安尼真好，所以伊继续参加教会，这嘛真做基督徒。嘛人见证讲，伊可能拄着人生真大危机，大家替伊祈祷，上帝有解决伊个困难，伊经历上帝的拯救帮助，所以伊决定真做一个基督徒。咱若是读这个更新杂志。内面有足侪遮见证，拢真感动人，鼓励咱去读。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过程拢无共款，所以顶礼拜咱有讲到，其实每一个人会信主成做基督徒，拢是上帝大能力彰显伫伊的身上，是上帝恩典的作为。上帝安排某一个人，人生发生某一件关键的事件，也是讲安排某一种的环境来引带人做出一个决定性的行动，才做基督徒。所以这后来伫背后拢上帝的业力，拢上帝的能力在运行，安尼咱才做基督徒。保罗呢对这个主耶稣基督救恩这个感受上介深。伊讲伊原来甲耶稣基督是对敌。伊困着基督徒，积极想要消灭主耶稣的教会，然后伫前往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伊来显现，所以伊就讲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恩典，才有今仔日的我。我今仔日真做这一款的人，是因为上帝极大的恩典，伊赐予我的恩典无落空。相对恩典就要讲甲行为，因为上帝的恩典，互我得到救。但是呢，这毋是咱一般的人得救，也是得到
永生的一个概念的习惯。差不多所有的宗教拢是教人，你着要靠你家己的行为做好事来得到救。就咱亲像咱所讲的，伫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运作，毋是稳定，乃是一种的报赏、努力、报赏。所以伫圣经内面上界有代表性的，大概咱所识的，就是法利赛人。伊咧遵守律法，十个诫命。讲到永生的时阵，有可能就是讲，我已经遵守这诫命，还是其他的这律法的规定。但是这圣经内面讲，你着要守全部的律法，你才有得得救。那就一条，你做袂到，你就无得得到永生。这个遵守这个诫命，常常让我想到这个电动玩具吼，这个 game。这个 game 呢，差不多你若要算的时候，就一关过一关过，一关过一关。失手就是讲，你若是要得到这最后的奖金，比如讲，这奖品就是永生。你就要安尼算这个 game， 一关一关，安尼一直过，一直过，过了全部的关，你才有法度得到。这个法利赛人就哪像就一群专业的电动玩家，逐工咧研究要安怎去通过这个 game。就要练习，搁练习，挑战，搁挑战，安尼。当然，伊会愈来愈厉害，过的关愈来愈济。但是这个困难度嘛，愈来愈提升。到尾无一个人真正会当得到永生的奖。若像咱即种的人，一般的人，咱平时爱工作咱有去专门咧在研究遐个物件，去练习遐个物件。咱伫咧工作，咱咧操完真济代志。咱的本性中，咱的脑筋咱的手的反应嘛无遐厉害。所以基本上我来算遐电脑的 game 时，差不多加3关4关吼，算到尾就放弃我度无时间吼安尼，放弃。所以我就无得永远得到这种的奖啊。这是咧一般的人，咱哪有法度遵守这律法，遵守这规定？互咱得到这上界大奖永生呢？上帝救恩也是必须要遵守全部的律法，靠人的努力行为做好事来达到救恩的目标，咱就无迄个得救的把握。所以某一个宗教讲咱就要不断轮回，不断轮回过来世代，无法度把握，毋知当时咱才会当得到这种的拯救。圣经内面讲到，拢无义人，拢一个都无，因为所有人拢犯罪，得到上帝阳光得袂到。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完全的上帝。人上好的行为，伫上帝目睭内，拢是也无够业。人的本性，人的肉体，会互人一直陷落伫犯罪中间。所以，人若是要靠行为来行好，来努力达到这个目标，都完全无法达到，无把握。第二项行为，除了是咱讲的好的一个好所行以外，行为嘛包含咱真优良的条件。腓立比书第3章讲到保罗，伊对家己的一个描写。保罗还未拄到主耶稣基督的时阵，伊对家己的看法是安尼。伊讲若是要我靠礼仪，我嘛会啊。伊若回想伊家己本身所具备迄种的条件，犹太人所具备会当得到救的条件，伊讲我上界有条件。我是纯粹希伯来人的血统，伫宗教界我是上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我伫上界好的学校接受上界严格的训练，就宗教道德的标准，我是无通嫌。对上帝的热心，我是完全献身尽这个信仰的职责。但是后来讲，我看尼玛耶稣基督最上宝贝，
然后为着以我放杀一切，化万事做粪扫，是要得到基督。姊妹有真侪时阵，咱有真侪好的条件，互咱感觉咱会当做一个真好的一个宗教家，咱会当伫教会中间，也是咱伫宗教界内面做真好的活动。有人讲福音的信息会将一个人变做一无所有，亲像散车的乞食。所以有真侪人想要靠家己的行为能力来得到这个得救的人，会感觉讲这个福音实在是听起来无真合理。福音会将一个人变做一无所有，亲像散车乞食。这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我原来优良的出身背景拢无值得咧讲起。我过去所做好的行为，我的才能、我的热情所表现的信仰，拢无搁算啥物，也拢无通夸口。即像伫哥林多前书迄个所在讲，咱得着救。有智慧的无多，有尊贵的无多，有地位的无多。上帝拣选遐牛国的，拣选遐卑微的，互其他一切拢袂当夸口。所以，伫恩典的面前，伫上帝拯救的面前，咱拢变做一个无通夸口、无通比拼的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所以，当夸口只有上帝的恩典，拢是恩典。所以，这是保罗所讲的，伊现在过去所夸口一切，即马将伊当作是粪扫，一无所有，然后看家己若受罪人中的罪亏，伊所夸口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伊的救恩，上帝听，拢是恩典。第三项，咱所有的行为，嘛有可能包含这个信仰热情的一个表现，这较侪是发生伫咱的基督徒的身上。咱一直拢想要成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咱就怎样做呢？所以呢，照咱的想法就是讲，咱来避免做一寡无好还是毋对的代志。咱真努力去做这个信仰所要求咱的代志。所以咱看嘛，一个标准咱试看嘛。有一个人，伊每主日准时做礼拜。塌风落雨拢无人守主日。伊一天祈祷3遍，每礼拜禁食2遍，每一个月奉献1/10，另外奉献教会事工，搁帮赞弱势的会友。教会内面有这种真热情的信仰表现的人，无说一定真欢喜，惹伊做这个模范。但世事若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伊对家己信仰表现感觉真满意，然后就常常用伊家己做例来要求别人讲，我当做到，你为什么无法度做到？大家就真爱学乐时就感觉讲安尼真有满意，对家己满意。大家看到伊时会感觉真有压力，咱就无法度达到伊的标准，无法度做像伊甲安尼，所以就感觉讲看到我就感觉绝对不起上帝迄个感觉。敢会安尼？这个呢，其实咱若读圣经的时阵，你就会敏感着。其实这个人，就是圣经内面所讲，抬头看天咧祈祷这个法利赛人，就感觉讲我都做了非常好，所有信仰的表现，我感觉非常的满意。所以我会当徛伫上帝面前，抬头来看伊，来祈祷，来报告讲，上帝，我拢有做到这。其实伊表现是真好，值得咱称赞，做模范。总是一个问题，就是态度的问题。一个人若是感觉伊会当用信仰的热情甲表现的行为来夸口，就行倒转到律法的下面。只有听、怜悯、体谅，才会当互咱进入到迄个恩典的内面。这是恩典甲行为中间的关系。第四项，咱要讲到恩典甲信心
的关系。所以总是有人会讲，咱即马都真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时代，互咱得救是咱的信心，互咱得救是咱的信心。我最近就思考一个问题，咱看一段话看觅，就是讲基督徒得救必要条件，就是用信心回应上帝的救恩，因为因信称义啊。所以咱是靠信心得救。这段话其实咱想对但是我最近咧想的时阵，觉得佫有一寡的问题。因为这段话产生的问题是安尼，等于咧讲，我得到救恩最后决定的因素，必须要靠我相信这个信心的行为。上帝救恩才会当伫我身上来成就，所以上帝虽然有已经救恩，但是我的信心嘛非常重要，嘛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效果结果就对。这种状况常常发生伫福音性的一个聚会，有时这个讲员讲说的时阵都好调，就常常看面这回友讲，你着要用你的信心。来决志来接受耶稣基督，安尼救恩就临到你这是咱常常咧运用的，你感觉过去就无啥物毋对真正爱信心嘛用你的信心来相信安尼不过，若是较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讲，愿上帝赐予咱有信心，他来领受伊的救恩，因为照保罗伫以弗所书这个所在所讲的。连这个信心，就是上帝所授赐予咱，互咱袂当用行为来夸口，也袂当用信心来夸口。我有信心。咱用一件事来讲明这个稳定甲信心的一个关系这是我最近听到想到讲，这个方式是毋是快当来了解这个救恩甲信心的关系？最近我听着一件代志啦，就是讲有一个老爸伊的囝呢要出国去读册，所以伊就特别为伊的囝办一张信用卡，对伊讲这个信用卡是用我的户头内面的钱来开的你出国了后，什么时阵你有这个需要，你就会当去这个 ATM 遐来领钱咱就知影，这个老爸所做这样事是一个主动性、稳定的行动。你若免做啥物，出伫听，伊免做啥物，伊若愿意用这张信用卡的时阵，伊会当享受上帝稳定，毋免任何代价。这是老爸疼囝的一个表现。我相信咱做爸母的人，拢真愿意安尼做。我相信呢。当伊的囝每一遍去到银行 ATM 领钱的时阵，伊袂夸口讲我有这个信用卡伊的表现是会对上爸老爸的疼甲稳定充满一种感恩。以弗所书第2章讲到，恁得到救是因为稳定，也因为信心，但是伫这个所在讲到，咱靠上帝稳定得救。毋是靠咱家己的信心来得救，信心就咱亲像这个信用卡共款，是咱领取稳定的一个工具，也是一个媒介。所以这张信用卡毋是你摕来会当乒乓讲，因为我都用这张信用卡。上界大，那是因为有迄个稳定伫遐，然后。咱运用上帝予咱的信心去领受这个稳定。信心毋是出自咱家己，是包含上帝所赐的稳定内面。免得有人夸口伊的信心，但是你要运用上帝予你的信心，来做一个决定。最后，咱要讲到上帝的工作。上帝予咱得到稳定、救恩，
毋是停留伫到有一个目的，将来互咱去到上帝遐美好的所在而已。在这个所在讲到，咱其实拢是上帝的工作。关于基督徒的好所行，我相信咱会当明白。咱用即种一句简单的话来讲到咱的好所行，毋是好的行为产生基督徒，意思是讲，毋是靠咱的行为咱变做基督徒，咱是基督徒产生好的行为。但是即个中间，上帝互咱成做一个基督徒，毋是真自然，咱成做一个好的行为产生，因为有即个身份，咱就成有即个好的行为。咱成做基督徒了后，上帝伫咱生命中间做工，然后互咱不断成长，会当活出好的行为。所以伫过去咱信主的时阵，可能有一种的想法。也是即种教导，上帝非常疼咱。咱期待上帝亲像一个老爸共款，慈祥的老爸，而且是一个富爸爸，真被动，听候伫遐。咱若有需要，愿意开嘴讲，上帝啊，我需要这，我需要迄，伊就回应咱的祈祷，照咱所求的，去仓库中间拍开，然后摕物件讲，这你需要，照你所求，互你安尼。咱所想的通常是安尼，所以照咱的需要，一个老爸来祈求，然后被动来回应咱的祈求。圣经内面所讲，毋是安尼。上帝一直是一个主动来做工的上帝。上帝工作的对象就是咱。所以，伊互咱会当来领受恩典的救恩，这是上帝的工。伊互咱会当成做一个基督徒，这是上帝所做的工。有人咧讲，基督徒是什么人呢？就是有上帝伫个生命内面做工的人。伊做工的对象就是咱。咱对领受救恩开始，上帝继续伫咱身上来做工，来塑造咱，来培养咱。伊的目标就是咱成做一个新的人，然后会当表现出上帝公义甲圣洁。所以有所书讲到，安尼咱脱离以前的生活，脱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在败坏，你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换新，就像上帝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新人，然后根据真理产生公义甲圣洁的表现出来。咱姊妹继续做工，互咱会当来活出、表现出上帝公义甲圣洁。在做基督徒了，我相信咱会当成做一个无下事的人，所以咱会当真注意咱的所行，咱会当真注意咱所讲的，咱所想的，咱会当亲像主耶稣基督安尼，无通嫌，无指责，无下事。我相信咱拢会有这个目标，这个目标乃是一种的标准，也是一种的特征。假做一个基督徒，伊会追求上帝的圣洁。彼得后书第1章嘛讲到，又将极大搁宝贵的应允赐予咱，互恁通过这的应允，通脱离世上的欲望所造成的败坏，然后目的就是分享上帝的本性。目标就是互咱有上帝的本性，恢复上帝做咱的形象，亲像基督。这是上帝救恩的一个完全，甲咱所想得到真大福分，甲咱所想有一天去到天堂迄个想法是无共款的。因为整个的改变，上帝对救恩开始一直咧伫咱身上做工，
互咱愈来愈亲像基督。祈求圣神当启示光照咱，也互咱知，咱是伫即位充满恩典、慈爱、伟大的上帝手中，咱可以来得到救。咱也靠着伊的恩典，受塑造，成做伊手中的一个杰作。所以，咱将家己来交托伫伊，来用保罗的话来做信心的宣告，讲：我深信，迄位伫咱中间开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会伫基督耶稣过来的日，甲迄个工作来完成。咱是上帝的工作，咱是上帝手中的杰作。咱三甲来祈祷。主啊，你已经救阮，诚做你的百姓，这是你大权力的作为。伫世上，阮也毋知的时阵，伫茫茫渺渺，缀着世上逐种样的生活，顺通家己的意思，顺通家己的本性欲望来生活，甲上帝对敌的时阵，主你临到，你来拯救阮。这是你权力的作为，伫阮身上来显明。若是安尼，你要继续伫阮身上做工，阮会当活出好的见证，阮来活出上帝你做阮原本的形象，互因当亲像基督。上帝啊，恳求你伫阮身上做工，虽然有时你所做工，互阮带来一寡的艰苦，但是阮相信上帝啊，为着互阮会当诚做圣洁，会当互阮亲像主耶稣基督，愈来愈亲像你，会当活出上帝你做阮的形象。你继续做工伫阮身上，直到你做成你的工，互阮诚做你手中的杰作。感谢上帝你的恩典，完全的恩典，让你丰盛的恩典临到阮每一个人。阮献上阮的感恩，也将阮的主权让伫你的手中，讲上帝，恳求你的主权运行伫阮的身上，直到你做成你所计划的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只是三甲来应答上帝的话，回应诗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请起立吟全首。天秋无罪灯。
这是奉献，请奉献的施献者来到头前来唱奉献诗。甲力量、智慧甲机会，拢是对你来的。愿上帝，互阮真做各项温顺忠心的好管家。阮甘心乐意，献上阮的温顺才能来服侍你，也愿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并尊荣你的名，愿你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请坐。这则报告，本会消息。本会向内政部申请主日礼拜甲聚会活动防疫计划已经得到同意。本主日开始，每场下礼拜室内所温留的人数是100人，欢迎兄弟参加2场的主日礼拜。各层的容留人数，咱请家己来看。容留人数满额后，请到各楼层观看直播的电视。礼拜结束后，非必要请勿停留在会堂。进出本会堂，请依防疫计划配合同工指示实施各项防疫的措施。第二点，主日礼拜各场次聚会方式如下：华语礼拜9点到10点10分，实体礼拜加网络直播礼拜；台语礼拜是上午10点半到11点40，实体礼拜加网络直播礼拜。美比谷儿童线上礼拜是上午10点到10点30分。第三点，总务组恢复主日礼拜后台订便当的服务，每份便当自己付50元，无够由教会补助。教会即马现时还佫无开放，伫1楼开放内用。不便之处，请见谅。第4点，本会主日礼拜甲聚会容留人数增加，各团契小组也是事工团队会当考虑恢复实体聚会活动。聚会前请向干事室报备。第5点，主日今仔日早起9点前往四方鲜奶牧场举行美比谷升级营，伫今仔早起。第6点，下周主日台语礼拜讲道后，要举行主日学的升级礼拜，升级名单如下，请各位自行参考。看这名单，感谢主咱斗有22个要升级。那照这个层数落去咱青少年儿童才用100外个第7点，防疫期间，请兄姐利用网络转账奉献，方式如下：
来自己参考，因为这登很久了。但是要记得，要填上你的个人的资料、金额啦、奉献用途对象，方便财务组确认奉献的。过来下周主日礼拜2堂是请苏元良长老来讲道，主题是说缘算命、说缘算命。教界的消息，请咱家己参考吼。补充。咱疫情有一寡个变化吼，当然咱受到真好这个控制。我相信咱中间大部分咱甲中年以上拢有注这个疫苗安尼。感谢上帝啦吼，因为咱伫咱台湾这个管制愈来会愈放松吼。所以最新的消息就是讲，即摆会当室内80个。但是咱进前咱有新增100个啦吼，即礼拜拄通过，然后就宣布到80个，所以其实会当比所核准的吼，搁较济一点嘛吼。所以咱教会其实会当到100位，这中间当然要配合咱真侪这防疫的措施。咱目前咱教会这礼拜空位搁真多，所以咱兄弟姊妹若是安尼，心内已经有变，咱就转来咱来教会来聚会，然后咱教会这聚会会当慢慢才会恢复。所以咱团契甲小组，也是讲这个事工团队，也是讲这个诗班，其实会当慢慢转来咱的教会中间吼，来做礼拜恢复咱较正常这个礼拜的一个这个天数吼。座位较真济，无论是华语礼拜，还是这个台语礼拜，所以咱转来教会中间，咱伫会堂内面来做礼拜。上帝来保守咱出入拢会当得到平安。来吟上赞主营诗歌390首，390首，俄罗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吟全首。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性，而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请坐，灭道，愿上帝赐咱平安。